出发去呱呱。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这里有多冷，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远处，看到了吗？楼都是什么样？大家知道了吗？知道我每天说冷是真的吗？有多真？真的很冷，晚上都是要穿很厚的衣服。就是可能南方温度早就起来了，但是我们这里一直很冷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我的小勺子了，所以就用店里的这个刮吧，看看能不能出现一条小鱼。啊，没有啊，没有看到小鱼。